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代替，伫太鲁国号的事故发生了后，面临着改革的挑战。即摆是由代替的副局长杜美来接任着局长，早起是局长的交接的典礼，这个气氛真沉重，就开始身体罹难者默哀30秒。让我们一起向0402第4084次列车事故罹难伙伴及乘客表达哀悼之意。全体默哀30秒。代替新局长杜美上任，不过交接典礼有震动的气氛。伫面对代替重大改革，杜美接棒，强调未来改革的3个面向：头一个安全，第2个安定，第3就是转型。部长给我们的期限，我们一定会完成。我也会倾听好我们同仁的声音。拄接任交通部长的王国材嘛担任监交人，亲手甲应信自代理局长基文的手中交予新任局长杜美，嘛强调会陪伊做伙改革。我希望这个改革一定要成功。如果企业化转型有成，员工的福利还会增加。正手唔敢放松，王国材知影代替这个责任有偌重，改革之路该面对2000多亿的负债。它的负债里面有600多亿，如果随着每年的48亿，就是在某一年里面会变零，然后再透过我们的资产开发的松绑，让它收入能增加。我们希望说，慢慢的它是转亏为盈，然后用这盈余再来补那大概1400多亿的负债。新局长上任，代替敢会当改变，就要看杜美会使带代替行向什么款的路。